Hi everyone，今天是新的一周，然后新的一天，我又来上班了。然后在开会之前，想跟大家就录这样视频。我今天就是热疯了，上海超级的热，然后又是那种闷热，然后心情一下子不好，一旦出门就心情不好。然后心情一不好吧，我就想到自己一些以前的一些不好的经历哈。就是我们在大学时代就是多多少少做过几次就是家教哈。家教啊，就是不是保姆哈。家教的定义就是这个老师只不过不是在学校给你孩子讲课，而是去你家给你讲课，而不是他不是一个你孩子的心理咨询师啊，或者是育儿师啊，或者是什么心理咨询，不是的哈，他只是过去给你上课。很多家长都是对家教啊把很多责任推卸到学校啊、老师啊、家教啊，比如说孩子不做作业，那也是家教的问题，因为你可能足够没有让他感兴趣，一直让他去让自己的孩子去主动去写作业啊，或者是你自己没有监督好怎么样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老师。那家长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可能很多家长对这个家教的认识不够特别了解啊。我希望就是每一个家长成为他本人自己成为自己孩子的一个 role model， 就是一个榜样。所以呢，我在这里给你们送上一句话，还是老规矩，把它写在评论区里面，把它英文也写出来，然后把它的中文也翻译出来。你觉得怎么翻译好，你就怎么翻译哈，这也可能是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英语听力训练。好，那我们开始。Parents are the ultimate role models for children. Every word, movement, and action has an effect. No other person or the outside force has a greater influence on a child than parent. Okay? Have a nice day.